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5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国内今仔日无增加武汉肺炎的病例，也毋过桃园病院已经摊开，要扩大隔离5000个人。有保险公司推出500块的防疫保险，只要隔离就使现领10万块，因为卖了伤过好，业者下晡5点开始停卖。研究发现，有使用 K 他命的人比一般病患的人死亡率高出5倍，自杀顶非自然原因的死亡率是高出10倍。新闻开始，咱来看国内今仔日无增加武汉肺炎的病例，也毋过桃园病院已经摊开，即马是要扩大隔离5000个人。指挥中心今仔嘛公布第889案甲890案，过去这段时间捌去过地。目前国内已经隔离14天的人，拢总有2991个人。那么来听指挥官陈时中上盖新的说明。1922哈，确实在昨天哈一通之后，那1922事实上的一个负担非常的重。那不过我们昨天晚上也紧急增加了60人哈，到今天早上我们总共增加到213人，好，大概就是哈在1月19号，好，那昨天那个哈在10点到11点，桃园市八德区的大南市场，那5点40到晚上，等于是17点40到19点50，哈，在新上新港市饮茶。那1月21号，哈，下午的4点到5点，在全联的八德东永店。那1月12号，哈，在下午2点40到3点20，哦，在문인路 Bakery。好，那1月23号，哈，上午10点40到11点半，哈，在桃园区桃园市八德区大南市场。现在决定哈，就是只要是我们公费哈或者这个相关自主管理的哈，那是接受我们这样的一个裁剪哈，那所有其他的费用哈都由公务的费用哈来使用，我们防疫的费用来使用。现在大概哈整体在隔离14天者哈，那总共有2991人哈。保利桃园病院的群组感染本土病例已经有15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暗时宣布讲，防疫要扩大，目前嘛已经有超过5000个人需要居家隔离14天加采检。桃园市长郑文灿早起宣布讲，环保局要开始全市大消毒，大型的集会活动要延到2月份以后才考虑举办。学生的寒假辅导、社团应对等活动马上暂停，长照机构嘛暂停访客3礼拜。过2天再加上那个5000个哦，那个可能要第一个不是第一个，你物资就还没到嘛，这是一个问题嘛。然后再来到了之后，你还要分装，怎么装还是一个问题嘛。5000个不是我们一般装300个、500个。防疫物资规个排开，等待分装。玻璃通病院感染疫情一直扩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紧急提出超过5000个人需要居家隔离。桃园市嘛随成立联合服务关怀中心，除了协助分居家隔离通知书、居家检疫关怀包，环保局嘛针对相关车头等等公众区域来进行大规模的消毒。整个桃园市也增加了这个电话通知的相关的一个人力。那针对需要做这个居家隔离以及关怀包的发放的部分，那我们也会尽速的来到社区里面针对民众的住家来尽速来完成居家隔离通知书以及关怀包的发放。桃车头附近拢无人，玻璃通病院发生群众感染高达，已经累积15例本土确诊个案，疫情扩散的效应嘛，让附近的商贩甲客停车的生意受到影响。1个半钟头才出一班车啊！1个半钟头才出一班车啊，跟过去比起来差多少？哦，普通排都是差不多20几分钟吧，所以差了4、5倍哦。哦，对，恁飞机落车嘛无多。嘿，感觉疫情有感觉较严重。我载人客啊，外地人客讲啊，我都唔敢来，不得已才来。今仔日是休官辅导的头一天，桃园市长郑文灿嘛紧急宣布，为着减少群聚风险，而且让家长甲老师会当放心，从即马开始休官辅导停课，放学的时间由学校来寻求调整。虽然指令下甲真紧又搁真急，毋过防疫第一，真侪间学校嘛随宣布停课的时间甲配套的措施。针对客服、志工、社团、营队，还有学校的这个室内空间的外界，今天开始
就通知停止。一大早就接到指示，韩府要停课，所以我们今天的同学12点放学，下午就不得留校，明天开始按照比例韩府退费。桃园市教育局补充，自即马开始，包括家庭活动，还有校园场地暂停开放。大园高中校馆英语也延期，武陵高中比较流行取消，中小学嘛取消开幕典礼、啦啦队的表演。另外，桃园的长照机构嘛暂停探视3礼拜，做落来要迎接旧历过年。桃园市府扩大规模来紧急应对，希望会当赶紧切断疫情的扩散链。记者综合报道。埔里桃园病院12楼的外科病房无人喂到病哦，而且佫还未找到感染源。但感染科医师是指出，武汉肺炎的病人一般拢是内科哦，所以外科病院无人去喂到，这有可能是环境污染哦。规间病院都已经无安全咯。指挥中心要求5000人爱隔离，医师嘛讲，人遮尔济，要监测遮尔济人，毋是遐尔简单。埔里桃园病院去互感染的人扩大到12楼的外科病房，感染源也搁等待调查。感染科医师认为讲，指挥中心回溯5000个人的隔离，要执行是真困难，应该把这5000个人安排去集中的所在，或者是指挥中心必须要调配有够业卡手来注意隔离者敢是有落实相关规定。埔里桃园病院明显已经呈现全院拢有风险的状态，疫情的变化比原本预计较复杂。疫情的发展本来就会有些意外，现在看起来是以前认为是安全的地区的病人也被感染了哈，所以整个桃园医院呢似乎是没有安全的地区了，他才会把这整个规格拉高，就变成曾经去过这个环境的人，再过一段时间都必须要隔离。医师坦白讲，这间病院的感染事件，该继续观察，敢是阁有本土个案出现。所来阁拄好是旧历过年，海外台商倒来台湾，社区的风险至少会继续到2月底。民众的防疫一定袂当放零。感染科医师认为讲，目前埔里桃园病院的状况，就哪像当年 SARS 期间的和平病院，原来环境可能早就已经去互污染，才会出现感染源不明的确诊者。如果是医院的环境有被病毒污染的话，包括电梯的按钮、包括门把、包括你的桌面或者是电脑键盘，如果被病毒污染的话，没有跟那个病患有面对面接触的情形之下，你也可能得到感染，所以环境可能造成的感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医师认为讲，就算疫情扩散，毋过也是无建议赴院，避免无风险的人因为安尼去互感染。毋过拄好是寒人，若是依赖环境已经去互污染，病毒伫咧环境外时间可能会较长，一定要加强环境的清洁消毒，避免感染搁扩大。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病院扩大居家隔离，大台北地区甲桃园是共同的生活圈哦。新北市是表示有接到30个民众需要居家隔离，台北市的名单是还未出来。新北市的病院嘛对今仔开始禁止探病，限制只会使一个人来照顾病人。台北市表示会提供200间的防疫旅馆，予中央来调度。桃园市扩大5000人居家隔离，台北地区甲桃园是共同生活圈，要加强戒备。不过台北市甲新北市表示，25早起也无收到中央通报扩列的人数。新北市长侯友宜预估，新北市差不多有400个人到500个人会防扩列在内，要求村里都要做好准备。新北市54间病院即时开始嘛禁止探病，陪病的人是限制1个人。中央这5000个居家隔离，我们要给他一点时间，赶快把名单整理出来。我相信今天就会给我们，我相信这5000个也有很大一部分也经常往新北来，尤其我们预估，我们大概会被匡列400个到500个。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透早嘛招市府相关单位开会，认为为25开始应该会进入另外一个警戒期。台北市嘛整备现有的防疫资源，目前防疫旅馆有7000间，即嘛拄好是新者进前大房的高峰期。台北市经过清点，有要200间房间会提供给中央来调度。是之前就有部桃移转出来的病患，其实有在台北市有大概40多位，那一直都在各个医院的专责病房管制中。我们自己保留了50个，随时可以调配，但目前为止都还有很多空缺啊，还有100-200间的都没有问题啊。台北市长郭文典嘛，伫个24去和平病院、甲内湖3军总病院视察隔离病房整备的情形，要求要做到分层分流，专职管控。万一有个被感染到，他整组就要下档。所以我要求要分仓分流，
那照顾的病人那一段时间就不要再去看门诊。郭文德表示，若未来出现台北市头一个本土病例，台北市嘛会启动防疫第一阶段，而且会豆豆取消大型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南市永康一间火运公司哦，伫透早5点外火灾哦，火阁烧到边仔一间修理汽车的工厂，这两间拢是铁厝，所以火是真严，搁一条爆炸的声音哦。好佳在5名员工有逃出来，起火的原因哦，搁会调查。铁厝火烧，火势不连的，相对员赶紧报水线拍火，无奈见着物全燃烧起来。台南永康一间火运物流公司，因为25透早火烧，过程当中阁不时有爆炸，需要附近的住户惊甲走出来看发生什么代志。火势猛阁快断，看能边仔一间汽车维修工厂，阁有人受困伫咧内底。加在最后3名受困的民众，阁有物流公司2名员工顺利脱走。后来又有目击者跟我们报告说，3名受困者已经从2楼的窗户那边逃脱，可能有一些油箱它有车辆在里面，还有它的电器受到这个高温。上局初步调查，无其他人员调伫咧火场，火势伫咧透早6点过6分控制。物流公司的员工表示，工厂内藏的拢是杂货、汽车零件、电器用品，损失2估计。无我应该是先敲消防队吧，我嘛讲无来，我伤紧张嘛。来我咧薪水啊，咧压，迄阵有后壁火烧，我都压嘛袂有啊。工厂现在导火，损失计共有偌济，拢爱等待进一步的调查才通理清。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来看玻璃糖园病院关注感染扩大，台湾产业保险公司伫去年底推出500块的防疫保险，只要隔离就会使领10万块的保险金哦。这张保单是卖甲长长滚，也毋过嘛引起金管会关心，业者是表示哦，这张保单只卖到今仔下晡5点。销售的热潮已经造成我们公司这种行政能力的负荷的不足啊。我们已经把所有可调用的能力都用来应付这张保单的一个申购。那这可能会造成我们对其他保护，我们其他行动保护的一个工作效率上的一个欠缺或者什么。那所以我们才不得不宣布在今天下午5点停止这张保单的一个新案件的一个受理。保险公司今仔宣布讲，这张防疫保单想要买的民众实在伤过济咯，已经达到公司设定的风险高度，所以只卖到今仔下晡5点哦。这张保单1年保费500块，只要隔离还是检疫，都有10万块的补偿金哦。外界嘛真烦恼讲，敢有逃掉的风险？金管会是表示哦，保险公司必须要做好风险的控管，嘛呼吁民众哦，防疫甲健康上重要。咱再来看高雄的轻便铁路全面开放免费体验，因为寒假哦，所以人阁袂少。高雄市卫生局嘛前往稽查，都人无挂喙罨，罚款3000块。另外，伫家己的百货公司哦，毛民众一边走路一边食物件，无法过挂喙罨。卫生局嘛提醒讲哦，上好是坐食，食煞就随甲喙罨挂起来。这对男女朋友哪行哪食冰，2个人拢无挂喙罨，有的人踅百货公司买物件嘛无挂喙罨。虽然家己的疫情目前较无啥物状况，百货商场踅街的人阵也是袂少，不过防疫的警觉敢若有淡薄仔放冷，嘛互其他踅街的民众真烦恼。他里面可能吃东西，他就拿下来，会劝导。他如果说他还是不戴的话，就报警。百货商场是8大类的场所，强制爱挂喙罨，若无听可劝，会当罚3000到15000。卫生局提醒民众。食饭若食了，就要把喙罨随挂起来。呼吁民众不要边走边吃，你就定位，然后在一个地方安全的赶快把它吃完，戴上你的口罩。那另外呢，还是要提醒民众，戴口罩之外，还是要勤洗手。气管内请务必佩戴口罩。高雄免费坐轻铁的体验是到2月28，休寒的期间，逐工来坐的人数嘛袂少。卫生局甲捷运公司去稽查，伫蛤蟆城站查到一个30多岁的男性单车的时阵无挂喙罨，是在轻轨的这个等车的地方，不在车厢里面，所以我们就没有让他去搭车了，直接开罚，因为是属于大众交通运输的场所。轻铁的月台虽然是户外开放空间，不过卫生局表示，因为人来去去。伫轻铁内底要是爱挂喙罨，因为安尼开出头一张，因为伫轻铁无挂喙罨的罚单，
目前高雄各场所累计开出89场无挂喙暗的罚单。记者综合报道。昨美国为着武汉肺炎的病例超过2500万例，有41万7000个人死亡。最近的24天就新增加500万例去为着病，过去增加500万例，差不多要1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哦。所以这嘛显示讲病毒消的速度是愈来愈紧。总统拜登今仔会宣布讲禁止最近捌去过南非、英国，各有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非美国公民入境。拜登行政会备用官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证实，为避免美国疫情继续恶化，总统拜登预告要恢复对伫巴西、爱尔兰、英国甲欧洲26个国家的毋是美国公民实施旅游禁令。这限制要搁扩大到最近去过南非的旅客。前总统川普下任进前原本拍算放松入境的限制，不过拜登就任了后再度缩严。拜登就职第一天就讲过，伊所签署任何有关新冠病毒疫情的行政措施，策略拢是因为科学，唔是政治。Let me be very clear. Things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get worse before they get better. The memorial we held 2 nights ago will not be our last one, unfortunately. 另外，拜登团队接手了后，发现川普时代对做疫苗的计划其实真乱，如今要赶紧重新规划。The process to distribute the vaccine, particularly outside of nursing homes and hospitals, out into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did not really exist when we came into the White House. That's where we're behind as a country, and that's where we're focused i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on getting that ramped up.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美国第二是染疫确诊证实超过2500万例，超过41万7000人过身。最近确诊的500万例是发生在过去24天内，顶一阶段也就是为12月初7到31，同款是伫24天内有500万例确诊有2000万例。不过，伫进前每日只500万例确诊，分别用29天、91天、104天甲97天，显示病毒传播的速度愈来愈紧。拜登已经宣布，希望家己就任100天内，要达到予1亿美国人民注疫苗的目标。伊所提名担任美国公共卫生局长的莫西表示，这只是基本目标。公视新闻黄云玲编译。再来看德国为了要防止英国新的变种病毒，嘛宣布愈严格监管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有员工为着病，公司总共500个人隔离哦。伫柏林某一间病院，因为出现新的变种病毒，宣布封院。咱嘛来看世界各国目前疫情的状况。伦敦警方28暝对市区当兵一位非法的 party， 超300人无顾防疫规定，群聚活动，无人去用掠。不过警方开出78张200英镑的罚单，超市新台票7641块。警方表示，这寡人无顾防疫规定，嘛因为因自私的行为和执法人员的健康，方便爱踮伫咧风险当中。英格兰目前是避免任何家户之间社交活动的防疫规定当中。目前英国地面死亡已经要10万人，注射计划也搁伫咧继续，要600万人已经做第2剂疫苗。The lockdown is starting to bring cases down, but we're a long way from that, from being low enough. Because the case rate was incredibly high.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南部城市埃恩德霍芬发生街路的示威，真侪抗议民众不满全国宵禁。伫咧阿姆斯特丹博物馆广场前群聚，这个地区是市长哈塞马指定的高风险区，所以警方嘛得到授权，会当强制驱离，用水来甲因抓。埃恩德霍芬民众嘛发生冲突。警方是提出催泪弹，至少掠30个人。荷兰议会无甲2礼拜前，为着阻挡对英国来的变种病毒通过宵禁令。警方表示，日时当中超过3600人因为暴力行为违反宵禁令，互罚钱。飞行机制造商空中巴士德国汉堡厂房21个员工确诊，健康官员下令超500人隔离。官员表示，目前还搁伫咧调查厂房内底感染源，无清楚这波感染敢是甲新变种病毒有关系。若是德国上大医疗团体委婉提示，旗下伫咧柏林的昂布德病院发生英国新变种病毒的院内感染，至少20个人致病，已经封院。Dass die neue Mutation durchaus infektiöser ist, scheint sich jetzt zu bewahrheiten. Wir spüren es am eigenen Leib. Insofern hoffen wir, dass die nächsten Tage auch ein bisschen mehr Klarheit für die Bevölkerung gibt. 德国政府嘛为着应对英国来
牌的新变种病毒，亦是宣布更较严格边境管制措施，针对疫情高风险的地区，会开始检查每一份入境的台检阴性证明。国际新闻5点编译。太平洋岛国疫情虽然无介严重，也毋过经济嘛受到影响，伫当地有粮食的危机斐济政府除了放令会使掠鱼讨海的季节，嘛鼓励民众种植，希望会使先暂时渡过难关。太平洋岛国因为地理位置较偏远，新冠肺炎的确诊数真少，严过因也是受到疫情的影响。We're looking at a part of the world that is very highly reliant on international tourism. It's reliant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virtually overnight, those sectors of the economy disappeared. 太平洋岛国地理位置较孤立，会让种植的土地有限，国家这几年都市化程度提悬。真侪人本来是做传统农业，拢改做观光产业。食物的部分改做进口外地食品，像罐头装的咸牛肉、面条这款加工食品，取代原本地种植的番薯甲蚵仔。严过发生疫情了，真侪国家边境拢封起来。斐济政府延长会当掠鱼的季节，希望增加渔民的收入，或者是直接掠来食。一寡地方政府是鼓励民众回乡种作，家己种家己食。像斐济这对哈姆特维塔甲马列瓦里塔，本来伫咧大城市的度假村饭店内面食头路，受疫情影响，互人死头路，规家伙仔生活拄着困难。For now, we have whatever is there. We have napkins. We buy napkins for the kids. 为了要省厝租加食的物件的支出，因决定要搬转去庄卡大。特维塔虽然时阵因兜就伫咧种作，所以也阁会记安怎种。这么因兜至少有食物通食。But now I have to plant and eat whatever I planted. Whatever I want to eat, I have to plant it. 虽然生活变得较简单，不过因至少会让家己供应家己所需要，但是也是希望疫情赶紧结束，回到原本正常的生活。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台湾经济研究院甲2021年的经济成长率调悬到4.3%，主要是因为台积电出口的表现应该会使来带动咱国内经济成长率，也毋过嘛因为本土疫情又搁会拖，反倒国内餐饮服务业会受到影响，也毋过学者是真乐观因认为讲对今年经济成长率应该影响无大。台经院公布上升营业气候测验点，去年12月制造业对未来景气乐观，不过服务业甲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小看落，对未来半年景气相对悲观。不过台经院对今年经济成长率并无悲观，主要是台积电出货动能小月真好，尤其今年资本支出创新高，有希望带动今年经济成长率。今年如果能够到达那个280亿，那不得了了，剩下的100亿，那100亿大概换成大概3000多亿台币，它的上下游串起来的工业那个投资就会非常的多。主计总处乐观预估，今年经济成长率是3.91%，中经院3.73%，台经院也上调今年 GDP 为4.01%，上升到4.3%。不过对最近本土疫情爆发，恐惊冲击类似市场。中央疾病管制中心如果宣布扩大集会的范围等等，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对国人在国内消费这个部分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学者认为，台积电出口动能应支持台湾的经济，不过最近半导体大欠货，尤其车用电子出货要等1年。不止德国政府希望台积电应提悬产能，就连日本、美国也拢真欠货，要台积电支援。但台积电其实已经在去年的第2季，那么就有告知这个车用电厂的部分。也就是说，如果再不下单的话，这个排程恐怕就是会落后在这个行动通讯，还有在高效能运算，甚至是物联网、消费性电子、PC 这一块之后。台经院分析，疫情依然是打乱今年经济成长上大变数之一。不过，台湾半导体出货无受影响，出口会继续旺。今年不少半导体厂商已经发出第2波起价潮流。台厂电子供应链是有够好。记者综合报道。
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哦，咱国内有部分劳工今年是真歹过年，想要外头的人嘛袂少。云林虎尾就业中心因为疫情，就先暂停办理征才活动哦，直接甲要找头路的民众带到公司去面试，保证有上百个客，咱做回来了解。民众骑机车来到就业中心集合，准备到各公司面试。为着配合防疫，真侪大型的征才活动拢取消。不过，虎尾就业中心是改办小型的面试团，虽然有求职的民众认为机会变少，煞会当帮助到防疫工作。差，毕竟的话就是那个有没有多样的那个有差。对对对。那为了防疫有了这样的措施，你觉得呢？缩小办理这样。缩小，可是我如果是为了防疫的话，这样子是比较好的。因为防疫重要啊。虎尾就业中心表示，为着配合防疫原则，目前征才活动以小型面试团办理，由专业人员带民众直接到公司面试，会当减少等待时间，嘛会当大大提升媒合的效果。大型征才呢，我们在于初步的媒合率会坐落在40% 左右。那若小型征才、单一征才比较规模比较小的呢，它的媒合率可以到60几。那单一征才的话，他是知道这个公司的职缺，那有事先做了功课，那透过我们专人这样带过去的纠团面试，可以达到更高的一个媒合的效果。虎尾就业中心指出，目前有办理8团小型的面试，地点伫云林、沿海的各乡镇，包括北港、水南、麦寮等地，而且接客有真侪种，按算会当提供上百个工作机会，希望会当兼顾防疫，甲协助民众找到好工课。记者综合报道。遐寒遐热，真侪家长拢会送囡仔去参加营队哦，也是补习班。最近因为疫情搁在拖，一寡大学办的营队拢宣布取消，搁继续办的营队，防疫工作嘛真认真哦，搁要随时来注意疫情的变化。学生甲喙暗挂好好势，参与营队事先准备的工课。台师大地科营伫28就要举行，团队的成员无用先走流程较认路线，希望活动会当顺利成功。为了配合防疫，应该做的准备拢爱真尽心，每项代志拢爱做甲真焦整。在吃饭的时候啊，或者有小队时间，本来是1间教室，那我们变成2间教室，桌子、椅子，然后地板，还有就是把手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在活动前1个小时，然后就会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全面的消毒，这样能不要碰到就不要碰到，对，让大家有一个社交距离的空间。进入室内场馆，防体温、用酒精消毒。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到今，这已经加做标准的流程。不过，台湾最近疫情压悬，各大专院校休寒的营队，就连续宣布延期或者是取消。目前还阁按算照常举办的营队，嘛随时拢关注疫情的资讯。其实我们也努力了很久，又更何况说我们从3月就延期到现在，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但是如果校方有任何公布的话，我们当然也只能配合这样。就是先安抚好家长情绪，然后跟总筹方面得到最新的消息。如果取消了，心里其实还是会很难过。但是为了大众，就是为了大家安全着想的话，还是要配合。原底按算去年休热办的营队，因为疫情延后半年，学生准备的工课嘛，因为安尼悠长。不过，即马活动随时有可能会取消。学生虽然感觉真无彩，不过嘛有做好心理准备，配合防疫。因为家长团体是认为讲，防疫优先，营队的活动上好是以线上教学为主。没有办法分开那个防疫距离的，我们是比较呼吁说，能先暂停就暂停，能以线上的部分去取代最好。如果说没有的情形之下，我们比较强调就是一定要有安全的距离。教育部列出活动的指引，要求各单位事先评估必要性，也有相关的风险，可比敢会当事先掌握参与者的资讯、空间规划，也有社交距离等等。若是确定举行，爱定出完整的应变计划，遵守防疫措施。若是无法度严格来执行防疫规范，建议用其他的方案取代实体活动，或者是延期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家长团体今天办记者会，因指出有部分的地方县市学生营养午餐的经费是个包括煮食的师傅的薪水，搁有一寡管销的费用。有的学校午餐材料的成本一顿无到17块，是拢唔知学生到底是拢食啥？因呼吁政府应该赶紧来设营养午餐的专法。午餐专法尽速推动。大声喊口号，家长团体希望政府重视部分地方县市的学生营养午餐食材成本长期升过价问题。家长团体指出，有的县市家长每个月交700块的餐费，按过这钱，要支付备膳人员薪水等的管销费用，扣来甚至出现一顿的食材成本无到17块的情形。
有些南部地方的学童2年都吃的是冷冻的鸡肉，这个营养师认为这样是均衡营养不足，也是觉得非常夸张的问题。校长付的费用跑到哪里去了？可能付的是检验费。我们下游检验费，这个都很。就是每个学校1年要花一笔的时候，经年累月下来也是很多钱的。家长团体呼吁政府应该设置营养午餐的专款，各将家长交的费用全部用在食材顶悬，也呼吁政府补助相关的人事费用等解决经费互相摆贴的问题。希望赶快让食材能透明化，然后呢，让家长缴费的部分能参与在食材的比例提高。再来第2个就是营养午餐要立定专法。不止营养午餐的问题引起关注，春节要到位，民众也关心过年期间菜市加两者食材供应是不是充足，是不是要起价？跟过去的5年的同期的这样的前3个礼拜来讲，其实我们供应的数量几乎会差不了多少，稍微微幅的减少，但是绝对会100%的满足所有家庭。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强调，即马寒流已经过去，亲像高丽菜、红菜头这青菜供应量拢非常充足，一定能让民众安心过年。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2018年中华秀水乡农会保险部的主任1到3工保管14个亲戚朋友的银行簿仔甲囡仔，也毋过伊煞甲摕去甲农会来贷款，金额是超过3亿。代志已经发生2年了，受害者是指控讲农会拢无要处理，嘛拒绝赔偿，因告赢，农会又搁要上诉，伊希望农会会使提出负责任的态度。100外个中华秀水乡的乡民，也票据去秀水乡农会，要求农会爱予因一个公道。秀水农会来碰失控，配合伊的职员，来犯法，甲阮偷带。也卖苦咧讲话是秀水乡的前乡长，伊嘛是受害者之一。其他的受害者嘛真结同抓归类。中华秀水乡农会发生偷用别人的名去贷款的案件，2、5早起侪受害者甲亲戚朋友做伙去抗议，控诉农会内部管控出问题，若无落实放款收信，还佫互受害者的损失真重。我贷到千几万啦，拢偷去佮甲阮告，农会一工叫3、4个查某囡仔。反正我查某囡仔甲阮敲电话，讲啊恁欠遮侪利息，啊你是安怎来无爱来用？这个案件发生伫咧2018年，迄当阵的保险部姓周的女主任，涉嫌利用保管亲戚朋友的寄金簿仔，还佫有囡仔的机会，偷用别人的名贷款，还佫有领伊的存款。目前已经知影受害者有14个人，金额有甲3亿。这个主任虽然已经红示透露，不过农会甲这14个受害者提出借钱无效的民事诉讼，一审去互驳回。不过农会也是继续提出上诉，还佫要求受害者都要按契约来付贷款，还佫有利息。他们承认他们自己签名，章也是他们自己的，只是说其中那个金额填写不是他了，拿自己的证件不然拿自己的印章来提款了。其实金融机构也不会说确定你的身份啦。农会表示，上诉是正常的程序，嘛是法律保障的权益。到底谁爱负责任，要是要透过司法的程序来查核清楚。不过，这个受害者是无法度接受，强调农会除了应该要停止行钱的诉讼，嘛要弥补受害者的损失，要替保障乡民的财产安全来负责。记者综合报道。监察院平均每个月有54件的受刑人的定情哦。去年的8月份，人权委员会审理了，每个月都有107件，是过去的2倍。监察院伫咧试办法令配合阮旧年实行定情了哦，伫这个月27会甲新的加价的受刑人实行，这嘛是73年来第一案哦。监察院以实行的方式来接受受刑人的定情。因数位化时代，监察院受理定情案，即马除了收批审的申请，伫旧年底伫花莲平湖试办时顺定情，嘛要伫27，嘛要甲伫新地的监所受刑人时顺，这嘛是监察院受理人民定情案件73年来头一案，以时顺的方式接见受刑人。这是监察法施行73年来的第一案，也是监察史上的第一例，也是我们议政史上可以说是创举。
监察院每一年平均受理15000多件人民定情案件，其中650多件是来自于检索受刑人，平均每一个月收到54件受刑人的定情批。去年8月人权委员会成立了后，平均每一个月收到107件，是过去的2倍。因此，监察院伫甲法务部合作之下，接受受刑人的时阵定情，初期会以重刑的受刑人为主。初期呢，应该会以重刑就是因为会考虑到法务部这个矫正署它在狱政管理的能量还有可行性，还有呢我们本院委员受理的能量。监察院指出，要伫27时顺的头一个受刑定情人，是因为互判无期徒刑来定案。伊的理由是，伊认为法院判决过程无公平，目前案件当伫最高法院审理。监察院强调，会甲法务部继续协商，研定受刑人的时阵定情的受理基准，要伫做好监所管理的同时，嘛会当保障受刑人的人权。记者郭赞台北台北报道。过来本土疫情又搁开始传，前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邱淑媞将公布节目，伊讲这几天有真侪人拢伫网络顶头骂伊，也毋过伊认为，就是因为玻璃糖园病院代志处理到上过慢，才出现防疫的空隙。精神科医师所威胁，嘛呼吁总统蔡英文应该爱宣布锁国，也毋过副总统赖清德今仔是呼吁民众爱提悬警觉，也毋过毋免上过惊吓。又为什么会抓一个人出来打呢？所以如果做得好，有需要打谁吗？早起上广播节目，煞愈讲愈生气。前台北市卫生局长邱淑媞顶日伫面册质疑指挥中心严重欠缺防疫逻辑，引起外界真侪批评的声音。邱淑媞颠倒问讲是安怎去互批评的，会是迄当阵的地方官员，煞毋是中央官员，而且摕17年前和平病院防疫的经验来做比较，认为玻璃糖园病院处理上慢，才会致使防疫出现空隙。那这一次的布桃的模式，也就是在这样的风月魔咒之下，17年多来，大家就是把这个事情妖魔化，所以是采取一个很温和的慢慢处理的。可是这样慢慢处理的时候，其实就是产生了社区的一个破口嘛。除了本土疫情，二是新增加3例境外移入的确诊个案。精神科医师苏威胁认为讲，境外移入的病例是từ南非甲美国来的，拢是变种病毒伫咧分解的所在。台湾的防疫体系已经证明无法度保守病毒入侵，呼吁总统蔡英文应该爱随宣布锁国。毋过副总统赖清德出席活动是请民众毋免惊吓，爱团结防疫。目前疫情指挥中心已经采取了把病人转出，而且只出不进。同时呢，有桃园的9家医院进行区域联防，分担玻璃桃园的负担。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策略会奏效，所以请大家不用恐慌。防疫就若像咧作战，赖清德希望因为扩大疫调所造成民众生活无方便，台湾人会当原谅甲支持，而且提起即马国人，佮加上过年期间回国的人真多，境外移入的案例敢若增加袂减少。但是针对所谓些建议锁国，赖清德回应讲，指挥中心会提出目前上适合的方案来应用。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咱台湾家己研发制作的飞机卫星甲玉山卫星哦，伫早暗11点已经伫美国成功发射咯。按算今仔就会接到信号，这2粒卫星未来会使来降降船只甲车辆，对国土安全佮有救难救助会有正大的帮助。3, 2, 1, 0。到达时间顺利发射，由台湾团体所研发的飞机卫星甲玉山立方卫星，经过天气甲安全检查等等的因素，3届延期。日是暗时11点钟升到 SpaceX 的猎鹰9号飞机，对美国卡纳维尔角的基地来升空。在2分36秒，第1节和第2节会进行分离。2分40秒，第2节的引擎会点火启动。2分51秒，整流罩会分离。考分42秒了后，第1架飞机搁一届成功回收，价值600万美金。超新台票8300万的整流罩嘛顺利分离，进入第7站。到时阵会由 SpaceX 所派出的回收船队 Gomis 3来进行回收，一步一步顺利进行，嘛互现场的人欢喜甲大声欢呼。在前年的福卫7号发射任务中，福卫7号为 SpaceX 带来满满的福气。Mystery 第一次成功的回收半片的整流罩。那历史上根据网站资讯，曾经有2次2片整流罩同时成功回收。
国家太空中心表示，发射了后，所落来2大关键行程是脱离火箭，甲同时第一届通信时间超伫咧25早起10点左右。台湾的地面站会到卫星进行头一届通联，来确认甲地面的连线敢是有顺利。明天早上预计10点第一次对卫星做通联的联系，那我们会跟大家报告好消息。飞机甲玉山卫星，预计伫25早起10点6分第一届经过台湾的天顶，根据 SpaceX 的资讯，这个任务是世界上最上济卫星的飞机发射任务，嘛是台湾头一届大规模立方卫星的发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香港学生反映讲，台中的东海大学查甫宿舍因为无门禁，冇有流浪汉离开宿舍，嘛要碰见物件哦。这位香港学生想要退租，也毋过校方是讲袂使。东海大学是表示讲哦，已经加强校园安全的维护，针对这学生的问题，会使个案来处理。hiệu光的东海大学内底，大部分的学生拢离开学校，毋过有香港学生向香港学生在台关注小组来要求斗3工，因为查甫宿舍无门禁，捌去互流浪汉走入来，物件去互偷摕，也有外人入来分团单。感觉到害怕的事情，什么个人物品被偷取，然后洗澡之后会发现流浪汉在厕所里面自言自语等等，是有男同学物品被偷取，然后学校只会跟他们说，记得把门去锁好，但是外就可以随意进去。东海大学台湾学生甲香港学生伫咧面册讨论甲真热，佮提供捌翕到1000份人入来相片。东海大学针对这件代志表示，流浪汉侵入查甫宿舍是去年12月份的代志，代志发生了已经报警察，而且加强校安。毋过学生认为讲，这反映查甫宿舍长期以来的校安问题。但是学校讲门禁有困难。我们也有88栋的栋长，那栋长他们的工作主要就是协助在每一个层楼的巡视，所以如果一有特殊状况的部分，就可以做紧急通报，以科技搭配人力，包括关怀的这部分去处理。东海住伫宿舍的台湾学生是指出，东海查甫宿舍要设门禁是有困难，毋过校园的安全问题会当加强，学生家己嘛要有警觉。开放式建筑的关系，他要设防不太可能，但是我们有一个天然的设防。东海大学外面有围墙啊，对，所以结伴同行，这可能是必要，因为现在寒假人学生也比较少。东海大学公共关系室表示，一年的学生照规定是全部拢爱住伫学校，确实有部分香港学生感觉查甫宿舍无安全，要求要退。毋过，若是个案有需要，会当专案来处理，互学生会当安心读册。记者综合报道。K 他命对2000年就开始实行哦，国家卫生研究院甲台湾大学、台北大学合作，追踪将近4万个捌用过 K 他命的人，结果发现讲哦，这人是比一般病患共性病人死亡率高出将近5倍，自杀药物过量等非自然原因的死亡率是10倍以上。我们发现里面最重要一个就是自杀率，是一般人口的10倍以上，还有另外包括像他会药物过量就致死，也是10倍以上。另外还包括像这个暴力殴打，因为他使用以后可能精神有一点这个混乱，所以这个也是会10倍以上。研究团队表示，追踪2009年到2016年39017个K 他命使用者哦，结果显示讲3年内底毒品使用的再犯率将近4成。特别注意的是，女性3年内底非自然死亡率甲标准的死亡率比起来是19倍哦，自杀率是31倍。研究团队嘛呼吁少年人千万唔通去接触这种歹物啊。再来看往过云林古坑的华南地区，因为医疗的资源是真欠缺咯，要看病就爱去斗南甲高立。12当前哦，当地华南国小就设置医疗中心，找伫斗南家己开诊所医生定期来遮帮民众看病，这一看就10外档咯。伫市区诊所和病院满满是人也拢吵。过去古坑的华南却是无这款医疗资源。12当前，将人出钱出力，甲华南国小拍远的卫生室改造社区医疗中心。逐礼拜2日来遮替民众看病，居民免过搬山过岭。斗南开业的医师赖成宏，就带医疗团队来遮服务，大家拢感觉真方便。我来遮看几啊档啊。哦，安尼哦。你感觉讲吼，以前你遮甲你服务，你心内感觉？真好啊。
足方便的吼。嘿啊，足方便的啊，免去到外口啊。啊，无你较早看病拢爱去对看？去到因遐导览嘛。差来看偌久啊？几个档啊，3、4档啊。人讲生时缘，主人福，这句话就是讲，抓准病人过症医袂好，若拄到有缘的医生，确实会当医好势。英国华南的居民连碰这款福气的机会都无，要看医生，常常爱等厝边也破病，才做花落山，去到斗六、斗南看病，路途是千里远。自从有设医疗中心了后，逐年来看病就有3000人次。从斗南到华南这边路程是有一点远，但是为了服务这边的乡亲，再怎么辛苦，我们是要继续做下去。每个礼拜有来到这边的时候，等于是给他们那种一种内心的关怀。居民真感谢赖医师和伊的医疗团队，无论是透风还是落雨，拢无休困，愿意来偏乡服务。时代也和医生变做朋友，有时阵也通开讲讲心事，消透忧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的林管处哦，去年的5月份野放一只台湾乌熊，猫伫的身躯对卫星追踪器哦，已经8个月了，佮继续有信号传回来。林管处是表示，这只乌熊即摆应该2岁左右，拢伫当初野放的山区的活动，所以状况是个袂歹。这个一点一点卫星传回来定位点的资料，是去年5月份野放倒去森林的公园乌熊仔囝，这段时间伊的行踪。台东林管处表示，伊的体力真好，活动的范围已经有31.6平方公里，等于有45个脚球场遐尔大。那我们研判就是说，这些地方应该是有比较充足的食物，或是比较适合它居住的一个环境。这只乌熊仔囝穆拉斯是台东林管处野放有甲发布期上久的乌熊，有8个月过。林管处分析伊活动的情形，发现伊是走较远，暗时也较无咧行耍，而且最近寒流的低温，伊也是有出来活动，只是频率增加，可能是天气冷就无出来行大。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是放心的啦。那但是讯息回传回来，也就是说，他白天的活动力是比较旺盛，那晚上看起来他都是在一个休息的状态。台东林管处表示，这个资料还佫爱持续收集，1年了后，才佫交予专家进一步做分析。这有可能是国内一份真重要乌熊生态的资料。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柳营农会哦，要拍做家己在地柳丁的品牌。这个产区哦，因为有真长晒日头的时间，所以出产的柳丁是品质介好哦，嘛希望会使销解予消费者来熟悉。这是柳营农会集合场，万来柳丁就要送到这来先甲外口的涂刷粉洗清气，烘干以后，佫有机器个体按照大细粒分级，落尾佫有人工检验，确保品质。这是一粒一粒甜个香的旭日丁。我们柳营的柳丁呢，其实比其他地方的柳丁，它的日照时数增加了大概约200多个小时以外，另外因为阮拢是种伫山坪，所以下水好，所以阮家的柳丁跟外口的柳丁无同款，就是讲我们的柳丁呢，它有像非常浓厚的香橙柳丁味。柳营区目前有200公顷的产地种柳丁，农会甲农民合作打造在地柳丁品牌旭日丁，行销优质柳丁。目前已经收购60万斤，由农会把关品质，确保我们的品质呢可以更完善。那甚至说我们到消费者的手上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个很优良的柳营的柳丁的品质的时候，我们会做2次的筛选。所以这样子，我们的整体送出去的柳营的柳丁呢，我们的旭日橙呢，消费者他可以很放心的食用。另外就是旧历过年，柳营农会也提供旭日丁礼盒，配合年节送礼，行销地方的农产品，嘛建立在地品牌。记者综合报道。华人这几天哦，陆续有数侪文物出土，县政府伫寿丰乡设一座考古博物馆来藏这个文物，其中有一座是新石器时代的石槽，是民众观察的正珍贵贸易的故事，咱做伙来了解。这是花莲县政府甲寿丰乡公所合作，利用无利用的市场改建的考古博物馆，内底大量收藏这几年花莲县出土的史前文物。因为寿丰乡伫咧史前是东部地区的业甲生产地。它有展示、教育、典藏，的功能。第二个很重要是培养地方考古人才的一个据点。
第三个，地方出土的遗物由地方来典藏。其中馆藏大部分是新石器时代花岗山甲月眉为主出土的文物，以玉啊、灰啊管较济。整理后开放参观，盖得非常用心，而且这些东西都是花很多时间去收集过来的，很适合小朋友跟大人带小朋友来这边参观。其中去外界讲是镇店之宝的馆藏，就是这座月眉石座，年代伫建设3000至2000年之间，1240公斤重，以石英粉末片干来打造。要去用当做一般的景观来卖，好加在民众买来。我衍生是文物，我不想拥有私人。传承给下一代的子子孙孙知道，我们松乡有这个4000的历史文物存在。花莲县考古博物馆经过6年的规划，总经费7200万。1楼是设考古文物的体验区，2楼是灰仔甲玉仔的展区。开放时间是早起9点至下晡5点，拜一到拜二休困，试营运的期间会当免费入去参观。记者综合报道。有手机以后，公共电话已经特别变做是古董咯。台南市林地有一个车头公园，就找来旧的公共电话放伫公园内底，即嘛变做是大家会来翕相的所在。台南市仁德区的车站公园，因为有真侪铁路的设施，请侪介意火车的人来遮翕相、佚佗。即嘛为着要互设施更加丰富，特别设一个公共电话伫公园内底展示。电话是我在今年5月的时候，向我们立委陈廷飞提出申请，请他帮我们向中华电信，是不是可以拿一部那种报废的电话来这边作为装置艺术。早期台湾甲电信网络延伸到乡村，佮有偏远地区，拢提供公用电话。在新乐佮艰苦的建设过程当中，在地民众往往是会出钱出力协助。不过，为手机兴起了后，公用电话使用者是减真侪。中华电信也因为维修的成本是真悬，计划当年甲旧的公用电话撤掉。NCC 为着要照顾偏乡的通信权益，有一寡地区也是有适量的公用电话。但是这台电话因为线路的问题，所以无法度通话。里长嘛提醒大家，千万莫落钱入去。好不容易找到这一支比较适合的老式的电话也特别提醒大家，这支电话是作为装置艺术使用，并不能够拨打电话。伫这个大家拢有手机的时代，是真罕得看到公共电话透过车站公园的设施，会当互咱想到过去的年代。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身躯边的动物伴，就亲像是亲人共款哦，所以主人嘛会想要知影讲，狗仔的头壳底到底在想啥？南韩最近就有业者开发出一款 AI 人工智慧的狗人啊，听讲会当来表达出狗仔的心情。狗仔用叫声表达需求，毋过要安怎知影狗仔咧吠的时阵是欢喜、艰苦还是生气？即马这个问题有解决方法咯。南韩有一间公司。宠物美东开发出一款靠伫狗仔颔棍的 AI 壳啊，主人通透过 App 了解宠物的情绪，亲像这只狗仔拄则有淡薄仔生气，即马较欢喜啊，这是安怎运作的呢？ When dog barks, dog's barking sound will be collected through this device, and then those voice files will be transferred to our main server. And in this main server, our Pepper's unique voice recognition system and algorithm will analyze dog's voice, and then in real time, it was sent back to our application with a different emotional status. 宠物美东因过用超过3档的时间，收集50种狗仔上万的声音，来分析狗仔的情绪。这间公司去年年尾推出互狗仔挂的 AI 壳啊，会当分辨欢喜、放松、压杂、生气和艰苦5种情绪，主人通了解无共叫声代表的意义。 이제 놀 때는 단순히 행복하고 뭐 제가 집에 없을 때는 슬프고 불안하다고라고만 생각을 했었는데 막상 이렇게 페퍼스를 분석을 해보니 놀 때도 질 때는 얘가 화가 나는구나. 이렇게 게임할 때도 사람들도 게임할 때 여러 가지 그런 감정들이 나타나듯이. 这 AI 颔棍壳啊，唔但通解读情绪，也通追踪狗仔的活动情形。
包含伊消化偌济热量、疲劳的程度，需要偌济时间休困。业者认为，透过这款颔管箍啊，主人会当了解宠物，双方的沟通就较顺利，就通减少宠物互人放杀的状况。特别有一阵仔饲狗的人变多，和宠物沟通的需求也加较济。根据调查，去年全球宠物护理市场的规模竟然有1380亿美金，比英国是加超过3成。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个关注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3度。华岛地区上低13度，上悬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